我是哈萨克斯坦公民加尔肯贝格艾图汗。这是我的父亲加尔肯别克卡什巴依，中国新疆博勒市人。他的身份证号是65270119610012954。他于2017年5月从哈萨克斯坦回中国新疆博勒之后，差不多1个多月之后，被中国新疆博勒当地警察非法无辜逮捕，被关进新疆集中营。被关进新疆集中营之后1个月之后，又被无辜判刑10年。他被判刑的罪名是宗教极端主义以及分裂国家罪。我爸爸只是一个普通的信教群众。中国共产党无辜给我爸爸扣上帽子，被无辜扣上这些虚有的罪名。从2017年6月至今，已经被关进监狱，已经差不多有6年时间了。在这6年时间里面，我爸爸遭受着很大的折磨和迫害。我希望美国政府、欧盟议会、人权观察、国际特赦组织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，还有世界上所有的人权组织，能帮助我的父亲从新疆集中营里面，从中国新疆监狱里面尽快释放出来，并来到哈萨克斯坦和他的家人团聚。中国共产党尽快释放我的父亲，他没有犯任何罪行，他是无辜的。这6年时间里面，我爸爸遭受了很大的迫害，他的人权被践踏的一塌糊涂。所以中国共产党尽快释放我的父亲。我希望美国政府、欧盟议会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、国际特赦组织、人权观察，还有世界上所有的人权组织向中国共产党政府施压，尽快释放我无辜的、没有任何罪行的父亲，归还他的基本的人身自由权利。人与生俱来，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实。所以我再次重申，中国共产党尽快释放我的父亲。